你有冇發覺人生有啲嘢唔係書本教到嘅，係要慢慢練出嚟。如果你都想成為更好嘅自己，呢啲嘢你真係要 keep 住練。第一，練到唔怕面懵，唔係要你厚面皮，係要識得放下面子。面子放低咗，機會先會撲埋嚟，自己條路都可以自己揀返。第二係練自信，自信唔係天生，係一次次做啲難嘅嘢堆返嚟，你頂得住，每次都會變得更加硬淨。第三係練氣質，氣質唔只係着衫靚，而係你行入任何地方，大家都 feel 到你有料到。第四係練紀律，成功唔係靠天分，而係每一日比琴日勁多1%，細微嘅進步，日積月累會拉開距離。第五，練習專注，你唔係做唔到，只係太多嘢分心。如果可以專心咁做，你會發現人生快咗好多。第六係練穩定嘅情緒，穩定唔係冇脾氣，而係知道咩值得嬲，咩係唔值得。你穩得住自己，世界就穩咗一半。第七係練韌性，有啲嘢你以為頂唔順，其實最後都頂得過。最強嘅能力唔係你有幾勁，而係你跌低咗都爬得翻起身。第八係練做翻自己，人生最難唔係變得更強，而係無論個世界點講，你都可以做翻想做嘅自己。留言成長，一齊變好，記得踢埋你朋友一齊進步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